家己心甘情愿要出家为尼，这分明是命中注定。伊甲如意两个人无翁仔某缘。郡主，以后你再也免为当连军的代志耿耿于怀咯。大福姐，我根本就无将这件代志放在心肝内。我有讲过，我的终身大事完全是靠长辈安排。我个人也无坚持一定要叫什么人。皇后若是将我配合你，我就嫁你；皇后若将我配合贵良，我就嫁贵良。郡主，你讲的可是真心话？当然是真心话啊！而且贵良是家大女的骨肉，比较起来嘛较会晓照顾。在我的心目中，嫁贵良比嫁女的搁较妥当。劝你不必白费心机，如意的性情你深知。若是爱伊来忘怀当时，除非着来倒暂情是。你讲什么？无啊，我无讲什么，只不过是提醒你，代志若是要做，就爱做彻底。刚讲你已经是，马春成办代志虽然真周密，但是伊却毋知我暗中咧监视。大福姐，你我的心愿既然是相同，我是袂将这件代志甲别人讲，你尽管放心。只不过，你逼当连军出家，对你甲对我，并无帮助。只要当连军若是无死，你总是会想办法放你倒转来。所以，你我的心愿，永远也无法度通我达成。大人啊，但这有啥物通顾虑咧？哎呀，老面人无枪大贼，也就连门国要杀害当年军之事，这万一若是去互陆七龙知影，我看要安怎样啊？大人，绝对无啥物可能万一啦。陆亲王哦，伊一世人嘛毋知，你做你甲放心。哟啊，我感觉真奇怪。
当年阮哪忽然间决定讲要去出家？除非伊已经发现我大福证唔肯用，忧心呀，才不得不如此。就算讲因发现啥物货啦，也这是因大家新妇的代志啦。王府中的家务叫训，这甲大人有甚关系呢？哎，对啊，跟老夫无关啊。对对。不过当年阮逃走之时，一定是有人留下秘密。对，水啊，你也探听看卖，到底是什么人留下秘密？吼，阿公，伊迄个囡仔到底是嫁伫什么所在？是。哦，笑，莫哦，笑，哟，笑，哎呦，安那袂掂，笑，哦，莫哭，笑，啊，玉露啊，这你若唔知是安怎吼，拢骗袂掂嘛，安怎个电脑会是一哭呢？这个囡仔吼才偌大汉尔，你若我都听你讲话咧。啊，笑，这个吼是我即摆新请来的女母啦，来。你紧家抱起吼，我来抱。玉露啊，你实在想去真周到，竟然咱咧无声无息去替我请一个女母来。当你疼这个囝，疼到咱像迄个心肝宝贝咧，我来敢讲我为你设想。玉露啊。答应我来抚养的小女，我也是由衷感激你。那你是咧感激啥物货？这个囡仔也毋是你家己一个人的囝尔，伊嘛是我的囝，我抚养伊，这是应该的。这里等来。我高兴转来，我吼明仔载一定爱转去。我要转来去吼，咱华阴县的
我即摆若搁无转来，恁阿姊嘛伫咧厝诶吼，差不多咱嘛讲，即个死老狗吼，啊定死到我靠，搁毋转来。啥物我想本来就是啊嘛。其实吼，我从早就想要转去啊啦，拢嘛你害我的。啊，无代无志啊咧破病啊，啊我就是为着要顾你吼，毋则无法度通转去的咧。我就是讲吼，迄落啊，咱讲实在的啦，你有需要吼，甲我写一张仔批，转去甲恁阿姑仔证明一下，讲我确实是住伫这城内，啊伫咧照顾你的病，我毋是超工无爱转去的哦。姑娘啊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写批互阿哥，而且我会甲伊讲，你伫遮真好，叫伊毋通见怪你。那安尼就对啊，那安尼就对啊。阿姐，啊，弟嘛才拄仔要出来，会当我顺便为你请一台马车。别，马车我无爱坐啦。哦，我这摆老骨头，搁坐马车直直切切，等去到咱华阴关，这骨头拄好散去。我不爱，我已经叫王龙吼，甲我请一台轿，我要坐轿较爽。哦，哎，文龙，我都要食饭啊，你是要去倒？我要来去探听讲陆青龙到底是转来还是未？我这免探听啦，陆青龙吼，伊已经转来啊。啊，你哪知影？我知啦，我拄仔要转来的时候，啊，就去咧茶馆嘞，啊，听人大家咧话咧，话讲陆青龙已经转来啊，伊亲吼，你要去玉山寺去接当年军的母仔囝呢。请小王爷下轿。联军呢？小王太你不报，你为什么不顾你病？你为什么来急抓死要来正查？当初我要离开的时，无怪，有的不祥之教。原来你联军，当初母亲不同意我带你做家后，也毋过现在你却叫既是伊的媳妇，伊是真关心你。你若有啥物委屈，应该先向伊告别。你为什么要做这件阿公的代志？你关心我，是大好真讲的心。是，你不顾离别，坐马车出城，母亲是冤的着急，害人事情去打听，才知你来这里急抓死，要下为你。英辉的为啊人呐，太阴地，伊阮有迄个好龙啊，讲为亲啊。
相信家己的老母，竟然会用这种毒计暗害新妇甲伊的孙。假使讲陆亲王若相信，因母家一定会争执起来，对我嘛无用，反倒会连累凤凰甲小女。李贵，你为什么一句话都唔讲？对，小女呢？李贵，咱的囝呢？我已经甲伊送互别人抚养。我已经决定伫咧厝家为，才不得不将咱的囝送互别人抚养。可是，你若有带念着父亲的情分，求你请下一道王子，使我再用转世出家为民。我会安尼做，是为保全家己的性命甲小女。希望你会当遵照恁母亲的话，甲明伦君主成婚，也希望皇上早日立你为太子。
变小王爷。等姑娘的当兄伫前面，毋知小王爷有要甲伊见面无？下叫。是。靠近小王爷。免礼。是啊，小王爷。小王爷。莫非你是为着联军坚持出家的代志，一个受气？无错，因为是我做梦也想袂到，这么正绝情，上台不保，伊竟然小王爷，毋知会用个令你的左右退下袂？是。小王爷，你不应该怪联军无情，应该怪灵童心肝狭。联军会安尼做，是灵童所逼的。